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，我係 Ada。喺中共治下嘅社會保障，歷來都係因為忽視底層民眾而備受詬病。而喺經濟持續下滑、失業率不斷攀升、社保基金儲備不足加大嘅時候，官方突然發文件話，要健全靈活就業人員、農民工等群體嘅社會保障，引發質疑。6月9號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發文件強調，靈活就業人員、農民工、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制度。據中共央視解讀，呢一類人士主要包括個體戶、非全日制就業人士、農民工、網約外賣員、網約車司機等群體。官方媒體仲話，文件將呢部分工作穩定性低、容易出現斷供社保嘅人士納入咗社會保障覆蓋範圍。咁話文件仲提到，落實取消靈活就業人士喺就地參保嘅戶籍限制嘅政策，實施更加靈活嘅參保繳費方式。如果遇到突發困難，導致呢部分人出現斷供，及時將符合條件嘅納入社會救助範圍，確保社保唔斷檔等等。不過該文件就立即喺網絡俾人鬧，網民話儲備乾塘急需炮灰，唔係農民工、網約車司機需要社保，係社保需要佢哋。所謂靈活就業係中共近年嚟創造出嘅新詞語，內容包括咗兼職、自由職業、個體工商戶、外賣速遞員等等，但係被認為實際上就係打散工，係一種半失業狀態。喺外界睇嚟，就係同過去嘅下崗、待業呢一啲字眼一樣，只係用嚟掩飾實際嘅失業人口。農民工更加係長期以嚟一直被忽視嘅群體。幾十年嚟，農民工由農村嚟到城市揾工作，佢哋喺血汗工廠賣力工作，興建自己永遠買唔起嘅公寓樓宇。隨住年齡增長，第一代農民工喺經濟放緩嘅情況下，好難揾到工作。但係好多人就因為經濟拮據、養老金微薄或者幾乎冇，咁就唯有繼續工作。對於個體戶，按中共規定，佢哋冇單位，買社保需要自己去辦理，仲需要提交工商營業執照同埋組織機構代碼證。而保險嘅內容就比較少，只係有基本嘅養老保險同醫療保險，而好似失業保險、工傷保險同埋生育保險係辦理唔到㗎。外來人口基本上就冇辦法買保險。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向大紀元表示，今次官方表面上係為咗改善全民保障，但係根本原因有可能係由於社保基金入不敷支，同時亦都有維穩嘅考慮。佢話急於將靈活就業人士呢一啲群體拉入嚟，一方面係為咗擴充繳費基礎，填補不足，而另一方面亦都係為咗維穩呢一部分人。佢哋數量龐大，工作唔穩定，容易因為對社會不滿出現群體事件。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向大紀元表示，中共所提出嘅睇起嚟好似係擴大社會福利，但係顯然佢嘅用意並唔係咁。佢表示，原來嘅社保唔包括呢一啲人就係唔合理㗎。所謂社會保障就係應該對社會所有納稅人嘅保障。喺正常國家，所有嘅工作者都係一視同仁㗎。謝田認為，中國而家經濟衰退，失業人數增加，社保基金儲備不足越嚟越大。喺冇足夠嘅人交社保保費嘅時候，中共就想收納呢一啲人，咁就係等於逼呢一啲人嚟交保費。但係睇嚟，中共呢一個伎倆背後嘅目的，亦都俾老百姓睇穿，老百姓嘅響應非常負面。2019年4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《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至2050》，報告預測到2028年嗰陣時嘅養老金結餘可能會首次出現負數，不足嘅金額係1181億3千萬人民幣。到咗2035年，養老金可能會耗盡，而嗰個時候80後嘅嗰一代仲未超過退休年齡，等於呢一個群體退休嘅時候就已經冇錢可以攞。據財新網報導，2021年中共兩會提交嘅2021年預算報告透露，2020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係72100億，下
下降13.3%，加上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調入嘅500億，收入總量係72,600億，而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嘅支出係78,800億，不足嘅差額超過6000億。中共官方嘅預算數據顯示，2024年社保基金收入增長5.2%，但係支出嘅增幅就達到7%，導致6年嚟首次出現現金周轉赤字。王大衛表示，造成咁巨大嘅社保儲備不足，主要係因為社保被挪用已經形成習慣，多年嚟地方政府頻頻挪用社保嚟補貼基建或者係財政項目，留低財政黑洞。而另一方面係社保對於一啲體制內嘅各層嘅補貼過大。第三個原因就係因為人口老化加速。第四個原因係因為中小企嘅繳納率唔高。為咗緩和資金壓力，北京啟動咗延遲退休政策，由今年1月起，法定退休年齡開始向後推，計劃到2040年，男性退休延遲到63歲，女性亦都同步延遲。但係與此同時，由於中共制度唔公平，越嚟越多嘅年輕人，特別係外賣員呢一啲靈活就業者，選擇拒絕繳交社保保費，仲有大量年輕人主動退出社保系統。華爾街日報4月報導，中國養老金正面臨信任危機，越嚟越多年輕人，尤其係外賣員、主播呢一啲靈活就業者，選擇唔交養老保險。譬如成都29歲嘅外賣員劉鑫話，每個月要交1400蚊，就相當於2個星期嘅伙食費。佢話自己根本唔信40年後仲攞到錢。今年2月，大陸多個外賣平台陸續宣布，將會為符合條件嘅外賣員繳納社保。不過由於送外賣嘅流動性大特點，業內人士認為咁唔能夠完全保障外賣員嘅權益。唔少外賣員擔心個人繳納嘅部分會導致佢哋收入下降，而且工作流動性高，亦都可能導致社保繳費嘅年限唔夠等問題。而消費者就擔心呢一啲成本未來仲係會轉嫁到消費者。以上節目內容係取材自大紀元記者凌海中、易如嘅報導。今次嘅新視角聽新聞就到呢一度，請記得訂閱點讚。本節目嘅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嘅 Patreon，亦都請大家多多支持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鐘仔先，撐我哋撐真相啊嘛〜